台南西港這清潔隊的門口呢，最近又閣傳出予人烏白蛋糞掃的代志，這當中甚至閣有動物的屍體。這人門骹口攏已經打公告，當時收糞掃是寫甲安尼清清楚楚，不過煞猶閣是有人趁恁這休困日來烏白亂拼，互清潔人員是做2改工。台南市的環保局即馬是回應講，這翕到的車牌呢，看到底有幾個，全部攏會開發。對電眼畫面來看，民眾駛車來台南西港清潔隊門口，手提大包小包的糞掃，看起來真正常。不過後一秒的動作，讓人看一個硬氣。特算門口的自動電門關咧，廣告寫甲清清楚楚，假期參國定假日無開放，民眾煞當作無看到，直接甲糞掃往門內面彈。較含的是一個彈丸，無偌久後一個對咧彈，這有樣看樣的行為，互清潔隊門口一目領啊變做糞掃場。你已經來2抓哦？係啊，伊少電的時陣我來。我就快等到規個迄個門，因為我家己阮家己有鎖鎖的門，伊都等佇鎖鎖的門一定袂開。所以家就這樣透早來看就坐就對了啦。我會早來就一堆啊。一堆啊！你若看伊門關起來，你敢會見到？沒啦，我袂。袂安尼啦。規矩。就是有人紅變，啊結果攏。就烏白迄種。你看這頭這款亂彈的亂象，其實唔是頭一屆。清潔隊就要警告民眾，甚至家己畫3畫違規影像搭在門口，好個嘛是有寡人無公德心。在咧民眾講，清潔隊正常考量上班的人時間，本來佇門口留一個棚，互人等糞掃，無想到方便互當作隨便，有人唔配合規定，後來清潔隊只好調整互人等糞掃的規定。這陣民眾變更加害，趁假日來亂彈。根據監視器畫面顯示，4月5號傍晚6點多。有民眾開車帶垃圾包到場丟棄，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，環保局將從車牌找人依法告發，最高可罰款新台幣6000元罰款。除了一般的糞掃，甚至通看到專用的動物屍體處理地，這嘛衝擊到環境衛生。這回環保局無愛立馬要用影像來虐人，會以廢棄物清理法開發，呼籲民眾唔通為了一時的利便挑戰公權力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